世界万行代拢伫咱的新 AI。观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平仁。今仔日新眼界带你来看，佫真够爱真 AI， 但是这个新 AI 到底毋是过去敢若会晓拣土豆、拣裤豆的，迄毋是叫做 AI。来看卖，到底即马这个使用当中，而且实验室内面有真济原型机来找孙总。啊，孙总，来哦，又瘦3个月，终于拄到啊！主持人，该感谢恁的参观吼。来，这台吼是原型机，听讲是你的头一只出来的。对，这是啥物物件？啊，是安尼吼，咱这个人造智慧吼，就是咱即马咧讲的 AI。哈，这个人造的智慧呢，其实就是要学习咱人类吼判断代志的这个能力，所以咱这只。就是咧代替人类来判断阿鲁米箔仔电管的品质。哦，先互观众朋友一个概念哦，这阿鲁米箔仔通常是什么厂商？是什么行业在用的？阿鲁米箔仔吼，其实用伫介侪行业。咱头一个甲做的应用的行业，其实是这个空电煞，日本话号做空电煞，就是这个电容器。电容器是啥物物件呢？就是咱这电呢通话了后插入，甲通电，充电了后起来。即马你若断掉了后，伊会搁留电，伊做一个 buffer 做一个缓冲，一个 buffer 的一个功用。电容器用伫足侪所在。阿鲁米箔仔所有学生高中生也好，大学生也好，拢用过这个电容。阮高中的时阵去中华路听。对。这是安尼要检查，创啥物代志？一般人工的时阵是创安尼。对，咱咧讲吼，这个电容器因为到伫电器内底嘛，电器有小有大。比如讲小的，像这个电脑、电视、家电用的。若大的，你甲想一下，比如讲电动车，比如讲电的摩打，大的摩打。像这个物件拢爱用电容器，如果电容器顶悬有一寡亏害，你无甲吹掉；有一寡这个缺点，你无甲吹掉。有拍打，有凹了。係，你若讲吼有这个钠饵啦、口唇啦、鼻唇啦，也是迄个肉子啊，顶悬有条体膏，伊拢会压缩。伊若压缩，伊就烧去。所以一般过去用工人智慧咧用的时阵，提起来咧，真足看。对，以前吼是伫咱6年前做这只研发这只出来进前，所有全世界的工厂拢是用人工咧看，拢是用人工咧看。这是24点钟咧生产哦，伊的人工就要排24点钟来检查。假啦呢？就食了咧，而且你甲想，你甲设想，即马即个电脑用品啊，愈来愈侪，电动车愈来愈侪。遮尔济的电容器，你拢要用人工来验，一定会漏高，安尼品质就无保障。所以你讲，这项恁会当处理，还是讲人来拜托你讲，拜托帮我想一下。其实一开始的时阵咱也无想到讲咱的这个人造智慧遮尔好用，咱一开始讲坦白的嘛无唔知要用，嘛唔知。但是咱去参观有一个机会拄啊受到咱的这个人客，迄阵也毋是咱人客，迄阵是咱的一个学长的公司邀请咱去参观咱参观了，咱讲哎哟你这个物件敢若该欠工就真欠工，欠工要安怎就是咧想讲有这种自动化会使检查伊个缺点的这个物件咱就甲设计设计了无想到讲着市呢，介好卖啊！所以咱即马这台机已经咧服务这个亚洲主要的这个电容阿鲁米箔仔厂商，比如咱台湾的厂商也好，中国大陆的厂商也好，搁日本的厂商。哇，你做甲会发路啊！谢谢。你甲咱看这安怎一个原理安尼，这个用无？OK， 我甲你解说一下主要是安尼，咱的人造智慧呢，要判断的物件，其实就是相。就是这个翕相的相，这个相，所以这只机内底，这个阿鲁米箔仔咧生产的时阵呢，伊后壁有差不多20桶米，的一个电化学的一个制成，
这电化学的制定呢，就会甲这个阿鲁米箔啊，一直撸出来，对，一直撸出来。啊，撸出来时阵，经过这个落啦，啊，下骹也有一个落啦，工厂的时也有一个落啦，啊，伊就变好按。变起来。对，变好按了后，伊就会过咱一卡卡梅拉。这内底卡梅拉吼有3组3组这种这种镜头，咱一组镜头组有4支卡梅拉，所以咱总共偌济？12支卡梅拉。哎呦，比这3只更厉害啊！嘿，这12支卡梅拉呢，就甲正面、后壁面所有的角度拢看，看到足有的，看到足有了后呢，这个相就送到咱的迄个电脑服务器内底。这电脑服务器内底，就是咱开辟拓家己开发的人造智慧的软体，各种角度弄出来。对，伊就会替咱人类替这工厂来掠这个破空啦、钠锷啦、口唇啦、垃圾物啊，像这物件伊就会伫遮你看这钠锷啦，钠锷黑斑啦，这嘛是口唇啦，像这毁掉的啦，像这种物件，你这种现象，真有可能咧做电容器的以后通电了后煞压缩，的 short， 无变就无去。无嘿，伊就会，也是讲伊无耐用，原底讲10000点钟的，结果1000点钟就歹样，所以这个物件就是甲品质关系足大，所以咱咧做的物件才有意义。咱的物件是讲唔通因为小资化，因为欠工叫无工，咱就放咱的品质，放好处理，唔免，咱来用这只，咱会使保证咱的品质，还佫会足好的。所以即马这只机啊那重视品质的厂商人客拢会来咱采买安尼。所以第一，恁若要做这，应该要先归纳讲，头家，恁认为啥物叫做 NG 唔对的，你就要互我知。是安尼这是真好的一个问题。就讲这6、7年这个人造智慧发展了足强的嘛但是真侪人也唔知影讲人造智慧和古早时阵的电脑家己电脑家己写程式这个物件写软体工程师写软体，这有啥物差别？其实就是你拄仔讲的，人造智慧和唔是人造智慧的差别，就是讲这只电脑会使唔免听你的指示，只要学你讲出来结果，伊家己去找到迄个方法来判断，这种叫做人造智慧。若较早技术，你拢爱甲我讲，你爱甲我讲照步来，1步、2步、3步，我电脑戆，我只是解决啦，我就照你讲的。你甲我讲，我就写导出来。所以以前的技术有啥物歹呢？以前的技术就是歹伫对，歹伫讲我若话讲袂清，我若这个数学式写袂啥会出来，但是我明明知影巴拉就是巴拉。奶子就是奶子，往来就是往来，我明明知，但是我唔知影要安怎甲你讲，往来是啥物色啦，啥物形体啦，佫叫做往来，我讲袂出这个方法的时阵，讲的人讲袂出，讲袂出只，所以呢，你讲袂好的时阵，你这个电脑伊就无得判断。但是你看即马，所有这个人面的迄个辨识，也是车牌的辨识，真侪物件比如讲即马科技直发，科技直发要掠你有过红线无过红线，冲红灯无冲红灯。其实迄种辨识以前拢真歹做，因为你拢爱警察灯打起来呢。对，你爱一步一步甲讲，Toyota 的车生啥物款，Mercedes-Benz 的车生啥物款，你哪有可能写会真？你哪有可能写会真？但即摆唔免，这个车冲红灯，你甲了，安尼介简单，但是你着爱不断的有这种结果结论，甲这个结论三号，咱人造智慧来学好了后，伊自然。伊会找到迄个，所以也佫有深度学习无？对，咱来讲深度学习其实是较技术的这个词啦就讲这个词是这个句啦这个字是较技术的。其实咱一般人是知影人造智慧就会使，但是人造智慧内底有分介侪方式，一种方式就是你讲的 deep learning。Deep learning， 这 deep learning 呢，其实是伊咧学习的过程中，人造的大脑内底伊的这个 thinking path， 这个思路的足深，个安尼佚落佫起来，起来佫起来，
反复啦，伊安尼反反复伊复。眼睛讲啊，这会通会袂通啊。嘿，伊安尼反反复复，反反复复，毋是用足浅的、足基础的。所以我头一口始伫问头口讲讲，咱这 AI 吼，毋是讲过去敢咧镜头刀安尼安尼啊。嗯，然后我甲你讲啊，这个是大粒的，这细粒的，啊，这个歹的，这个是不吉啊，安尼安尼啊，无啊简单。对，以前的吼，咱有有名一个广告嘛，吼，电脑会镜头刀。其实电脑镜头刀是若是讲照人类甲讲的方式来镜头刀，迄袂存遮。嘿，迄袂存遮。啊，迄个较早，比如讲你镜大细粒啦，吼，也是讲重量啦，即种介简单会使判断的物件。但是其实咱卡比托有一只机啊，吼，是镜磨刀。哇，叫磨刀。啊，迄磨刀吼，你着检查这磨刀眼啊，吼，伊磨刀伊毋是一粒磨刀人，磨刀眼啊，顶悬有刺伤啦，吼，也是有即个溜手啦，吼，毛边的叫做溜手啦，吼，啊，有诶是个人的啦，双人的啦，三人的啦，吼，啊有即个变色的啦，啊有头绑啊钉的啦，吼，钉着一个黑板啊，安尼，像即种判断啊，吼，你几乎无可能讲人类家己讲设计即个方式。这有影这无穷无尽。无穷无尽，所以呢，你就是学即个结论。你三结论好学，伊后壁会推迄个判断的方式。用结论来讲，这个是好字。系对。除了这台机器，你还佫安排过头看到讲一支手安尼。迄第二台。对。咱来看嘛。哦。啊，这台看起来怪手安尼弯弯翘翘，这是啥物？这个物件其实是即马上界流行的叫做协作式的手骨，协作式的机器人。以前的机器人呢，是你爱事先甲规划伊要停的所在，要行的所在，啊，伊的力硬力足大的，所以会介容易受伤。袂扎力啊。袂扎力。啊，这种呢是即马上流行的。伊虽然速度较慢，但是呢，伊当着足准。伊毋是足准尔，伊是当然伊无原底迄种工业型的遮尔准。伊合作式的意思是讲，你人甲伊合作，你免惊，当着袂受伤。好，而且呢，以前工业型的即个机器人呢，即个手棍呢，伊设定了吼，伊速度较紧嘛。啊，但是你若要甲改位啊，介麻烦，你着甲设定，这写软体写定数，你着甲定用。啊，所以现场的人啊，伊无法度操作。啊，即马咱用这吼，这只机啊吼，咱在场的迄个品检员吼，伊若讲吼要看即位啦，要较近的啦，要较远的啦，伊会使手动就会使安尼拖到伊个固定的所在啊。设定落了后壁伊就照伊。就敢若摕一支 iPhone 安尼，设置人安尼。啊对，所以呢，拄是你足巧的。阮这个设计就是互人去好买，阮的卡me라嘛是用 iPhone。爽啊！真的哦。好，啊，所以确定啊呢，我就展示互你看，讲咱用这个 iPhone 配合咱的软体吼，咱的软体会使用这只 iPhone 加这支手骨，任何一个所在你会使停落来甲这翕相，翕相了后5张相也好，10张相了也好，会送去咱的迄个 AI 来做判断。判断了就甲你讲啊，你这张相内底有啥物物件有热，有肉字啊，有啥物缺点，你甲你显示出来。咱来试看卖吼，这就随着镜头出来呢。对，咱这用 iPhone 有一个好处，你翕相的人你有翕到无？你用迄个 iPhone 的显示窗等于随着看到，你随着看到啊，你就知影讲你有翕到无翕到，还真方便。啊，咱家己所开发的是这套软体，咱这套软体呢，做 co-work，就是合作的意思啦，所以顶头马上判断这个拍打的对，无公价。对。你像讲这无公价，这牙顺啊，这牙顺无车入面的，车无入面的，这介严重。你像这底是不来夹，是这个刹车盘嘛，这车挡盘啊，这车挡盘啊呢，你这若无车掉
伊倒的时阵，迄工人吼，伊无咧插，了啊，就出来。其实无加入去吼，像这就是介严重的，阮就会使共判断吼，这咱的 AI 会使判断。像这有垃圾还拍打吼，是讲有一寡口唇啊，有一寡这拢袂使吼，这拢严重的吼，像这。你头下讲我若临时想，搁要来看啥物，会当临时加？会使，来，咱等时和咱主持人看一下吼，和咱观众朋友看一下，来。伫咱这个电脑电源的操作，介简单，这触控屏吼，点的，然后第6站呢，现场甲这个手骨扭到你要爱的位，然后伊第6站就加入去啦，吼，咱即马操作大家看吼。所以咱会当讲伊嘛真 fuzzy， 会使用这个词去形容讲，伊其实真有一个空间，互你安现场会当过来变化。对，其实咱讲智慧这2字啊。意思就是讲，你拄到的代志虽然有变化，但是你应对结果拢是介好的。就讲你袂讲安死叉，一定照切落来。所以咱写这个定式的时阵，拢有一个 frameworks， 有当用啊。你可能有啥变化咧？无，伊你咧一开始咱人类咧设计这种软体的时阵啊，就像你讲的，我咧甲设计较好。较 fuzzy 的，较 blur 吼，较无遮尔清楚吼，会使 tolerance 较大的吼，但是尾啊，咱这10年的技术是用规气好家己学啦，伊家己学，伊家己就会保持迄种 tolerance， 迄种 tolerance 叫做容错度啦，吼，这种容错的这种 tolerance， 比如讲我举一个好的苹果。咱以前讲咱好的苹果，大细粒要安怎啦？嘿，色水要安怎啦？你设计落，奇怪拢袂准啦，因为有当时寒人来的苹果含热人就无共，日本的含美国个无共。来，咱即马来看，即马第6站吼，伊的翕相吼，即马定翕吼，1、2、3、4、5、6定翕吼，你看。走来这边。伊即马是为第1站开始定翕嘛吼，你注意看第5站，即马要第6站啊。第6站。即马第6站啊，伊是远翕嘛，嘿，top 远翕，远翕无够紧呢，伊即马就显袂出来。咱是毋是来加一个第7张，第7张，来加较近的吼，会使翕一个，有迄个有热的所在，好马上好判断出来。所以咱会当互观众朋友一个概念，就是 AI 的学习是主要是重在学习。互伊一个目标，伊家己去学习。咱人类讲的这个标准，过去拢有当时拢定淡去，无法度达到咱的目的。对，咱其实用这个 AI 啊的好处，上大的好处来讲，一般人若会使找到像咱开必拓安尼专业的公司吼，一个团队，咱会使协助人客用介简单的方式。就甲电脑训练甲下用，以前是讲专业的团队爱家己去替人客来写标准，而且甲恁问东问西问干嘛？问你，我请教一下，这个热要安怎合作是一个热？你袂使讲迄看起来就是一个热，你爱甲工程师讲的话，会使和工程不？对，介清楚，上重要是你爱有法度讲甲互工程师将你的话写做一个数学式，因为电脑吼，伊自头到尾甲咱看一种，就是数学，看一种物件叫做数学。你甲讲，伊就照数学落去做，吼，落去执行。他都要5张吼，但有观众朋友可能会感觉讲，你这个设计好1、2、3、4、5啊，我临时你听下讲，临时要来加工，伊敢有通来应变？对，咱设计这支吼，就是要用伊的会使应变的能力，加上咱的软体，会使和现场的品检员，伫产品咧改变的时阵，甚至同一个产品制定有一个变化的时阵。佮另外加1站、加2站、加3站，看要看什么角度，要看近，也要看远。临时课的拢会使。是临时课会使。咱即马这套软体就是咱家己开必拓、家己开发的，会使用一个 iPad， 就会使操作。你看品检员像安尼手落去敲，品检员就落去敲，爱敲一个角度，经过咱这个
iPhone 顶悬的这个荧幕，哦，这个电视的这个所在，就会使知影讲啊，咱有看到无？啊，有看到无？哦，有看到啊，这个角度就会使甲固定。而且这个人可能唔是恁的人，可能是工厂本身的人。一定唔是咱的人，因为即马咱卖出去的机啊，就是品检员、品检的，伊就要家己处理啊。家己处理咯，对。所以即马人客呢，若买着咱这机，咱来介方便。哦，伊要看啥物所在，甚至这个车挡啊盘，哦，若换，哦，伊嘛是会使，比如讲伊这落空的所在无共，伊也使改变这个位，这个翕相的位，哦，好，咱即马试一解，好来。有休啊嘛？哦，因为第一站开始咯，因为你即马换起哩啊，吼，即2、3、4、5、6，咱看下看伊第6站翕出来的这效果，吼。好，第3站。第4站，啊，第5站，第6站，好，啊，咱看伊第6站，迄个安怎吼？哦，无漏气吼，第6站，哦，咱为顶悬甲翕的了后，啊，遮有即个，哦，伊要看搁较外口。对，伊有这UO，对无？这拍打去，拍打着遮。啊，只有一空有无啊？口唇、纳耳有无口唇？啊，再纳耳，哦，再纳耳，再起起吼，咱近看，你看哦，起起，哦，咱卡梅拉会使来看下，哦，这哦起起，哦有无？吼，再起起，吼，再纳耳，吼，纳耳，吼。所以咱就透过这个 demo， 就是要展示给大家看，讲其实这个机械手，哦，你若用这种机械手，你会更方便操作。啊，然后咱的 AI 更通用，哦。伊不管伫对会热、会纳耳、会闭唇、哦会起起，啊，咱拢会使甲判断起来，就达到这个自动化品检的这个功能。刷过来，咱客就会甲问讲啊，会使加速较紧的袂？当然是会使，因为这几个角度是毋是你已经确定啊 ？AI 会使替你判断，然后你会使加卡梅拉一改性的。6站就甲拢甲翕翕的。哦，所以我会当可能有2支手、3支手来。对，甚至你设计固定式也不要紧，因为你已经知影这个位、这个角度拢会使替你执行品质控管的这个功能啊。啊，你是毋是就会使个固定式的较紧啊？速度较紧啊，生意咧做，出货较紧啊，哦是安尼。啊，是。啊，另外我知影讲，你还佫有替人除了这个薄啊、阿鲁米薄啊以外，还佫有咧做布的。哎，对，还有咧做布类机，还有咧做薄啊，咧做。对，阮也做布，纺织品啊，纺织品啊，阮换做了。你来看纺织品。好。你看吼，咱咧做 AI， 这代就是咧做布的啊。对，咱这代就是咧替这个纺织厂来做验布的工课。哦，验布的这样子，啊，所以布是对只假。布呢？布是呢，爱为后壁。放来了后，经过这个路啦，穿过来遮，伫遮收布，遐是出布，遮是收布，经过咱这个钉板，哦，甲为后壁拍光，然后呢，这个 AI 呢，伫这后壁有卡梅拉，哦，来甲翕相，经过咱的这个 AI 这个服务器，哦，甲这个云端的这个服务器来做一个判断，好，安尼布的品质吼，就会得到这个保障。今日咱无咧叮当啊。哦，咱即马叮当就爱来人客遐看，毋则真正会使展示咱的能力。吼，咱来表列来看吼，我真正咱这个 Fastable 吼，咱的 AI 吼，到底是怎么回事？最开始的时阵，现场都无相信讲，这台机台真正有法度。当了网啊！对。AI 通了网啊！对，深的也是人工式的，2分钟、3分钟你人就看无啊，就火去啊！这个系统的厉害的所在是，伊袂火。AI 的特别的所在，就是讲伊咧学习的时阵，爱有这个 data 入来。所以我真看好台湾伫医疗顶悬、医学顶悬，甲这个制造业顶悬的这个AI 的发展。来，咱来开新眼界，今日来到这个纺织厂哦，孙哦，这台就是恁家的机器。对，这台吼就是阮凯比托设计，迄个一个验布机啊，到伫咱的人客如何天大后壁协助因的人员来做验布的这个功能。当初是你找伊啊，你甲推销，还是伊讲我有这个需求？
一开始吼是阮吼是有服务另外一个人客，啊，这个过程中呢，咱就直接知影业界做了上介好的这个公司呢，就是咱如虹，所以我就呢亲身呢来甲拜访吼，邀请讲啊，参考看卖咱这个 AI 的这个功能的设备，安副总确定会甲咱说明吼，啊，伊就解说讲。咱这台入来的时阵吼，啊是安怎的这个过程吼，会使下应用。其实我嘛开解的时间甲爱了解吼，不是讲吼目镜做好啊来做因就会使。所以倒落去。无，我吼开解的时间吼，甲阮的心配吼，啊来甲配合，啊来甲做较好。是，副总，我来你请教哈。是。这台机器你用偌久啊？咱是为去年8、9月开始装的嘛。对。所以实际上开始咧使用差不多2个月左右啦。哦，才用2个月左右对，都开始。装起来了后吼，咱差不多开7、8个月，伫遐调整。啊，即马吼差不多2、3个月实际用起来安尼。对。调整有分做足侪调整，有的是讲啊，你设计老歹，你重新过来，还是讲无喏，我还有其他的需求，你这样就无够。我会加写定色，还是讲无？你讲的这个物件吼，你举出来讲这 NGN 无够，我就爱搁学多一种。啊对，就是像咱伫实验室咧讲的 AI 的特别的所在，就是讲伊咧学习的时阵爱有这个 data 入来。啊，所以吼，因为在场是这个工厂的现场嘛，啊，操作者呢，并不是讲解释这个 AI 的操作，所以拢是阮安副总吼。甲咱支持，啊，甲现场的人讲爱收这个 data 入来，啊，这 data 咧收吼，唔是讲真紧就有通啊有当时啊无注意漏交去，就搁爱定收，所以这时间吼开较济咧收。啊，第二，阮咧做的时阵呢，阮的人有当时啊，这两个吼，干那要讲，但是实际上对你来讲无伊无共，所以人员就会分配。啊，过来就是讲这布。本身的布质吼，我介一种，这因的专业，我的布质吼啊称。哦，所以每一种布，产生的问题拢无共款。无共款，好处就是。我这生意歹做哦。好处就是讲8、9月的这个时间的时阵，这个 AI 伊终究伊尾啊，终于学会晓啊，啊就会使实际上来用啊。来，副总，你甲咱看卖吼，像这块布，这是什么布？这是加耐克的弹性针织布。哦，莱卡布的针织布。对。啊，那像迄看到，爱分了。顶管你有看到？你有无？就随着甲伊个衣裳甲翕出来。哦，这顶头有头写网啊印的。对，这就是 AI 厉害的所在。最开始的时阵，现场阁无相信讲，这台机台真正有法度。当抓网啊啦。对。AI 通抓网啊。对，所以这是真正是最开始的使用时阵。真正无想到讲这台机台有这厉害的所在。啊，那讲，比如讲，若讲无这台 AI 的时阵，恁才爱像伊这先生，伊一个人爱安尼看，会当看偌久，看偌紧。基本上啦，若是人的目睭咧看的时阵，是1分钟8米左右啦，8米到10米左右啦。啊，这台机台现准时的速度是，上紧是30米，30米，对，上紧。即摆后一个因要搁买，迄阮就要甲变40米，安尼人更才会好用，用愈紧，趁愈多，安尼。啊，再来一个重点是讲，人咧看的时阵，人会疲劳嘛。会疲去啦，对啦，目睭会火去。目睭会火去啦。你若是讲看这个较浅色的布，可能佫无啥问题。那深的也是荧光色的，2分钟、3分钟，你人就看无啊，就火去啊。啊，这个系统的时阵是厉害的所在是。伊袂花，为头1分钟开始到后壁拢袂花。罢工。对。嘛袂罢工。主要是讲吼，主要是讲人若看，拄我咧讲荧光色的，还是深色的，该舔目睭啦，该舔目睭，所以目睭若舔咧，伊就几乎是盖到漏交去，安尼也无好。啊，你讲硬要甲要求，就生理上该疲劳就无法度，是安尼。啊嘛做了叮当啊。来啦。副总，你甲咱讲吼，恁这个厂。是安怎开始咧想讲，或者是讲规矩讲安怎去互这个孙总来，这说服讲要来用这？莫讲说服啦，实际上真正是有需求啦，因为对咱来讲，人的目睭会火去嘛，你看一段时间会火去嘛，啊，这个布要送去倒位？要送互成衣厂，
啊，就啊，伫咧生理厂迄边就有一寡，莫讲客诉啊，有只反映一寡问题，讲奇怪，这异常，运动时爱看会到，为什么你无看到？所以咧，家己厂内底就开始思考讲，啊，是毋是人的训练无够啦，还是人的忝啊，还是讲产品的即马较早变化性无遮济，啊，即马有诶啥物人工色啊，啥物愈来愈济，啊，这遮侪问题找无一个解决的所在，啊，所以拄啊好，开辟拄啊好，这个时阵就。啊，这个物件好，其他的这个纺织厂敢有开始咧想讲要来动因的脑筋？你袂讲？这你问伊啊，这可能还得问。有啦，迄个咱咧服务如虹进前吼，咱着我有原地人客，啊，需要了也袂歹，啊，布的部分吼有编织啊，吼平织布、编织布甲针织布，啊，针织布是更加难做。更加歹做，歹做，因为哦，针织布伊有组织，几寸几针，这吼介复杂，哦啊，所以咱咧 AI 咧学的时阵爱开较侪时间，啊，咱就想讲，既然要开时间落啊，咱就找上好的来合作，啊，所以迄阵啊，就是要透过一寡关系，啊，捌着洪总的安尼。副总，你甲咱小解者，目前伊这个机台吼，各个部分啊，甲伊咧操作，人甲机器甲电脑之间的这个互动，我看有他看到了，伊就停起来一部分的，啊，若有诶无法度用喷的，啊，伊要安怎用？无法度用喷的时阵，就顶悬做一个记录嘛，啊，这个记录就留伫系统内底，啊，看是讲伫咧出货进前交互生意厂，互生意厂知影讲，这支布的状况到底是好还是歹。哦。所以基本上较早无这个系统的时阵，所有的流程拢是人工咧做。完全拢人工咧做，啊，现场咧尽量咧生产过程中咧，尽量卖产生讲一寡异常啦，这是尽量嘛，上理想的。啊，不过实际上有时啊是油啦，是网拄我看到有网啊嘛，对无？啊，有一寡奇奇怪怪的物件，可能就会搭到伫咧布面顶悬。啊，所以咱的工作就是讲，甲顶悬的一寡异常会使甲记录落来。这台机台是帮助讲使用者伫针对一寡，比如讲咱拄仔讲的荧光色，人看2-3分钟就看会忝，看无的时阵会使做记录，这是头一点。第二项呢，甲这所有的记录会使留伫电脑内底。较早拢是抄伫咧纸顶，抄起来你看伤热长，你无法度统计，无法分析。啊，即马拢伫咧系统内底，咱后壁就会使做一寡分，就一个做一寡整理。现在这部迄拢出现这相关的问题安尼。哦，这就是数据的好处啊。对。恁当初是咧设计吼，上重要爱突破的，爱无解决，譬如讲你的阿鲁米箔啊，无共款的样态是啥物物件？是安尼吼，因为针织布伊本身吼，伊咧针的迄个 structure 吼。组织啊，咱咧讲迄组织吼，搭底部无共，因为人客要甲要求，咱如虹要甲一由伊的规格啊拢无共，用模无共的时阵吼，你 AI 袂使判断唔对，你袂使讲吼，今日线头安尼撑，或者对，明仔载安尼撑，就佫唔对，袂使。你 AI 爱会晓学甲讲，即个线头安怎撑，安怎插这线，哦，这针织的组织是安怎，你袂使影响，袂使影响。所以无去互背景影响到，这是一个介重要的，这个伫针织布内底爱设计，因为你甲想阿鲁米箔啊，迄色拢设计拢共款嘛，迄就真简单真简单，其实也无简单啦，其实伊迄吼铺色的吼，阿鲁米箔啊铺色吼，我分几60种。敢若迄色都无共款。伊无组织咯，伊讲色尔，咱这毋是哦，也有色也有组织咯，哦，所以较困难做，但是也不要紧，就是讲只要像如虹安尼的好人客，甲咱配合吼，尽量这个。迄个收到这个 data 收好有交转，咱就会使甲补充起来。拄只洪副总咧讲，咱甲分单吼，为控1、2、3、4、5、6、7、8、9，主要就是互操作员介紧知影讲3号跑道遐开始有只你爱紧你处理；6号跑道遐有只爱紧你处理。如果处理袂尽的，意思就讲，这项物件是无法度处理的，就像洪副总讲的，咱不但会记录讲伫6号跑道。而且会甲讲是第几米的所在，到生意厂了后，迄只共讲了，生意厂会使撇开，唔卖去做衫，安尼你就袂讲迄只衫浪费你的产能嘛，对嘛？
哦，你的相柜，哦啊，继续其他所在，抑佫会使做衫来卖。哦，所以这伫生料的部分也好，啊，生工的部分，效率拢有效率嘛较好，效率，拢有效率。我做一个小小的总结咧，他拄仔中昼时，我甲孙总啊吼，阮咧讲哦，我吼，咱无应该讲人工智慧啦，咱来讲人造智慧，人造智慧啦，人造智能啦，啊，人嘛爱学习，不断的学习，啊，不断的精进吼，就像咱这个厂吼，咱这间公司啊，我袂使讲啥公司啦吼，但是吼，咱这公司上市哦，啊嘛是全台湾上大的这机能的部。会当开始行出这站吼，我相信吼，一定会更较往前进。哦，啊，大家斗阵来好啊来学习啦。是。哦，感谢，孙总，感谢。孙总啊吼，我来第2届，头一摆来的时阵，我坦白讲哦，讲这敢是 AI？ 那我俩做 AI 吼，应该是大家拢电脑头前无咯。啊，佫有螺丝啊，吼，啊，佫有他工具啊，这看起你敢是哦，这做乌手，到底这是什么概念啊？哦，其实呢，咱伫这栋大楼内底呢，8楼也有咱的办公室，9楼也有咱的办公室。好，你看到这有螺丝钉的，这呢是咱的9楼的这个实验室。啊，8楼的时阵呢，就是像你拄仔讲的，拢是咱的软体的工程师。咱Capital虽然是一个软体的公司，要这个设计这个好的这个 AI 的软体互人去用，但是咱服务的对象是工厂、制造业。制造业的人呢，伊呢亲身来操作软体这个机会是少，伊上好是你规只机啊，踩伫伊的产线顶悬，啊，就替伊解决问题。所以呢，咱是用这个出发点，咱设计互人客，唔拿咱的好用的咱软体，咱个夹着这个硬体设备做伙互你。所以你就看到讲这个设备会伫这个9楼。哦，所以恁是真正是insider。啊，对，在现场的啦。在现场。另外我有看，你这公司唔是叫做 Capital， 啊，但是那会写叫做 Festival， 是什么意思？对，是安尼啦吼。咱的公司叫做 Capital， 这个 logo 是一个金色的 OK， 一个金色的 K 啊，外口有一个圆圈啊。啊，这个物件咱就讲，甲人去讲用咱的物件较安心，因为真 OK 啦吼，金色的 OK。啊，但是咱伫这个制造业要何用的个 AI 呢？是做拼接，这个拼接的 AI 咱甲号名叫做 Festival.AI， 意思什么 ？Fast 就紧速、快速 ，Stable 就是稳定、佮快、佮紧、佮这个稳定的 AI。一定是足好用的 AI。你会去强调讲，你的稳定的 AI 是毋是过去恁的其他的前人因咧做这种 AI 设计时无够稳定，还是讲过去因为某种这个技术的限制，还是思维的限制，所以无法度稳定？对，是安尼吼。咱呢，这个较早的这个技术呢。总是设备伫产线中的时阵，这个品检员呢，定爱家己调，定爱家己调，爱调到会麻，调到会合，这个过程介久无紧 ，It's not fast. 然后呢，伊即马佮调的了后，敢若佮无啥稳定呢，敢若佮这个调的这个参数，敢若无啥对，就佮一堆伊个缺点品哦，就个流出来，啊，人客就个甲你骂啊，所以呢，伊就介困扰。啊，咱即马呢，因为咱的技术是正港为美国转来技术，哦，咱的这个开发这个 AI 的团队是这个美国转来博士，所以呢，咱会使足紧的，哦，调出一个足稳定的 AI， 哦，互人客用，所以咱即马甲号名叫做 Festival.AI。刷来吼，一般的观众朋友，我咧代替一般的观众朋友来问哦。哎呦，即摆小资化吼，所以 AI 用了足济，但是若用过头了，咱人类是毋是失去工作啊？这是一个足好的问题吼。当初吼，阮咧做即个自动化的品检的即个 AI 的时阵啊，嘛是想讲，敢会甲人类的工作拢甲取代掉去啊？啊，大家是毋是要头路通做？但是经过这6、7年，我发现着讲，人可以甲咱买。
唔是因为要甲人洗头路，是因为伊即马就无人欠人。如果伊欠落，继续欠落，伊只好关起来，因为伊处理的品质会去用嫌，毋若去用嫌，有当时还会赔偿。安尼伊是毋是着规期卖做？因为伊无够人工来做检验。颠倒因为有咱的机械，有咱的设备，伊继续伊的生意会使个发展，伊会使请愈侪人，遐请入来的人会使做一寡新的工作、新的工课，所以颠倒互企业更较兴，互咱的人客更较兴、更较旺。哦，所以，那么你在做这6、7档的过程当中，你认为啦，哈？咱台湾伫 AI 的这个产业顶头，咱的优势是啥物？我是感觉咱台湾要发展 AI 的优势是几个所在。第一个所在就是讲吼 ，AI 的这个技术啊，本身伊需要资料，所以咱台湾伫什么款的资料上济，种类上济，数量也济，我认为。医疗是一项，制造业是一项，所以我真看好台湾伫医疗顶悬、医学顶悬，加这个制造业顶悬的这个AI 的发展，所以我是将咱开辟拓的方向带向这个制造业，但是我嘛介期待咱台湾出介好的这个 AI 公司伫医疗的 AI 顶悬。因为医疗的这个 data， 这个资料，其实咱健保就是上介好的，咱也可以使把这个 data 甲化做这个 AI 来服务咱世界的人类，我感觉是一个足好的。同款咱咧做制造业嘛是，制造业是安尼，咱这条产线即马伫台湾是安尼，其实伊伫大陆嘛是安尼，伊伫中国大陆嘛是安尼，伊伫东南亚嘛是安尼，伊伫日本嘛是安尼，所以咱也会使把这做好，全世界。咱拢会使服务，拢咱的市场。对，所以你比如讲开辟拓这6年做甲生意做甲中国大陆，做甲日本，即马东南亚含这个欧洲嘛有咧甲咱问讲这会使下用袂？一定会使下用的，因为这个物件是同款的物件。那么你讲制造业甲医疗，咱有竞争对手吗？是，这是一个足好的这个问题。我认为AI 这项物件甲以前的科技有一个差别，就是我拄仔讲的这个资料。在资料以外，伊所要比的物件，其实甲古早的科技业拢同款，就是比人才。所以咱台湾大家拢讲咱台湾是一个足好生活的所在，咱应该甲这个足好生活的所在继续甲打造更较好的。和全世界人才拢愿意来，拢感觉来遮介有保障介好，所以咱的这个环境，我讲一个经验啦。我伫科学园区食头路20几年，将近20年啦科学园区一开始设立的时阵，是在我读册进前就设立30年前就设立伊咧设立的时阵，伊的设立标准就是美国迄种生活方式，游泳池啦、house 啊。规个伫园区内底设得好，你海外外人，你来台湾来台湾遮，对，你来遮，你会感觉讲介好，甚至咱的这个中学，这内底有一个实验中学，实验中学就是毋是人口在内，伊是伊独立的一个学校，双语部，伊啥那要安尼做，就是因为伊要甲国际接轨，你即马外口的人才，你就好来。不管什么人种，不管什么国家，好人才你就好来。你好来了后，咱台湾就会旺，台湾就会兴。这是咱台湾做会到的。为什么呢？因为即马国际的这个局势，伊渐渐会有一方是这个美国为主的，一方可能中国为主的。对，咱台湾其实咱的这个目前的这个制度来讲，我美国。但是咱的语言会使甲中国通，所以其实咱是世界通，这是上好的位置。咱即马台湾会使。你电脑安尼看？我电脑安尼看，你当然你是对无？你话语也会通，管理遐个工厂，甲遐个人做生意，因遐个人才咧交流，是毋是？咱即马是讲商业，是毋是介方便？咱的即个契约精神，甲即个法律的制度，甲做生意的即个服务的态度，对服务的态度，日本。美国，咱也
尤其咱园区拢甲美国咧交流，咱介好。所以我要讲的是，咱的优势就是咱是世界通，咱正讲世界通。啊，即马吼，因为即个地缘政治也好吼，啊，美国甲中国吼，即马即相赌吼。那么美国人甚至对着即个晶片吼，尤其甲 AI 有关的人工智慧的即个晶片的即个计算，拢会禁止着中国。即对着中国的 AI 的发展，乃至到对咱的好处，你认为即小众之间敢有啥物影响？是好的冲击，还是歹的冲击？我认为美国是因为安全的问题，迄个晶片要甲限制。但是我相信伫商业的部分啦美国政府也未讲全部都甲禁止，未讲全部都甲禁止，因为合作啊交易啊，会使互双边的财富增长啦，增长。这是原理嘛，这是交易的原理。所以呢，无爱好交易，其实是有一个介严重的代志，所以才无好交易。如果无遮严重，其实拢鼓励交易，因为交易毋是好着买的人，嘛毋是好着卖的人，是双边拢好。所以呢，我认为我的判断是无可能讲全部拢禁止。所以这项物件，咱也唔免讲，因为美国会甲禁止，所以咱就趁到啥物好处，伫遐欢喜也免。你也唔免讲啊，伊甲禁止了，伊会萧条，啊，咱可能歹做生意，你也唔免。你着平常心，该爱服务人客，看人客需求啥物货，咱就好啊甲服务。不管是中国人客、日本人客、美国人客、咱台湾人客，咱也服务了会好，咱自然咱会啊，这个叫做技术本位啦，技术本位哦。另外我问你讲，恁家己公司的核心的这能力是啥物？对，这是一个足好的问题。新创就是讲做新公司一开始咱总是准讲，咱的物件是大家拢要爱用的。但是实际上经过这3、4年、4、5年，咱渐渐会知影讲，外口人要爱用的物件，其实百种。是毋是咱所有的物件拢爱符合呢？你安尼你就无核心，就你讲话你无核心的，你家己要主张的物件。所以其实呢，经过这6、7年，咱就足清楚的。咱要做这个设备，互人客好用、快速，会使用起来。这个介紧就会使用到稳定的 AI。但是其实咱即马的这个团队80%拢是伫这个软体的发展这个研发顶管，研究也好啦，这个研究也好，这实验也好啦，这发展也好，其实拢是伫咱的这个软体，所以咱其实有在盖好的基础。这个软体这个咱叫 infrastructure， 就是咱的这个基础建设。伫咱家己公司内底这个基础建设做了拍了这个介载，所以不管什么人客，伊的题目来，咱真紧透过咱这个基础这个设施，软体的基础设施，产生一个足好用的 AI 的这个软体入去人客产线内底好用。咱淡薄毋是完全咱淡薄像，敢若台积电咧讲这个晶片咱你 data 入来，我甲你设计一个好势的这个 AI 模型，互你用。上后尾一个问题我。当然你也有讲过，讲台湾的人才恁这代像咱这演的因为过去在学校的这个训练时机到了，乃至到比如讲咱即摆较少年的观众朋友，你敢有建议讲未来要投入这个行业，还是要从事类似相关的行业？是应该投入呢，还是讲？一个产业是量子电脑，还是安怎？伫 IC 设计公司食头路10-20年嘛我认为半导体也是一个介新的行业。我认为也是一个介新行业。即马半导体会遮尔兴，不单单是 IC 设计甲半导体这个本身，也阁有这个 IC 设计顶悬有真侪软体好用的软体、先进的软体技术。产生这个价值，和这个用户，其他应用，和消费者。所以我感觉新的人才要加入科技界，因为我是科技界嘛
买入来科技界的时阵，是会使观察讲，即马大间的半导体公司，伊是爱需要什么款的技术？迄种技术，若拢讲是食人才的，毋是食资金的，我是真鼓励，家己出来做，吼，甲即个技术吼做甲好了后，来卖互咱的家己台湾的 IC 设计公司，还是半导体公司。食人才毋是食资金的。嘿，食人才，毋通讲吼，你着爱介大的土地较我都做的啦，介贵的原料较我都做的啦，吼，介贵的机械较会使做的，即种你若讲学生囡仔，还是讲你食头路3、5年，你真困难安尼做。但是你若讲食人才的，你若3、5个，也是讲8啊、10个啊，高门独市的，即个无一定高门独市，是讲因为你爱做，你较知影你高门独市，是你看到即个市场，啊，你有团队，啊，团队有即个技术，啊，我后一个就要建议咱的即个政府甲即个投资界，应该爱尽量来鼓励像开必拓安尼公司，是人才为主的，啊，看到一个市场，啊，甲投资，吼，啊，甲斗相共来甲即个市场。甲发展出来，因为有个市场是你在业界内你较看会到的，是安尼。感谢孙总，今日带咱来看吼 AI 吼，观众朋友会当了解吼，即个新眼界看到新 AI， 而且吼了解讲，即个 AI 毋但阁有新的即个职人的精神，吼，互相支援，会当吼更较稳定，互通向着咱台湾的新世界，全球的新世界，咱斗阵来期待即个 AI 的新世界。